好吃得不得了，又爽又滑又甘又香，薑葱未夠，蠔油同生抽啱啱附在味，呢、個先係滋味薑絲炒豬潤噶嘛。今日又叫朱佬整豬潤過嚟啦，珠江，廣東人又嚟重新定義啊！廣東人以水為財，唔要江，江堂不得了，所以咧豬潤，潤就係滋潤嘅潤，廣東人個江字都幾罩忌嘅。江杯我哋唔係叫江杯啊，飲勝。有屋企煮菜咧，唔中意做豬潤喎。第一個咧，切薄咗咧，又驚佢鞋咯；切厚咗咧，又驚佢唔熟咯。切薄切厚都唔得。第二個咧，怕腥啦。今日攞一個薑絲炒豬潤，同你解鎖呢個豬潤嘅技法。因為豬可能飲得多酒啊，你睇下個潤都硬嘅啲，所以唔好飲多酒啊。豬潤咧，我哋翻嚟咧，先開咗4斤先啦。豬肉佬唔會幫你搞嘅，係要自己翻嚟搞啦。根據個紋路切咗先。通常樂哥做豬潤咧，都係厚切嘅。關鍵一，豬潤切到咧係0.6公分啊，就係攞水浸一浸佢之後揸啊，揸到張有啲白咧就靚啦。呢個過程咧都係10分8分鐘啦。揸佢2、3次之後咧換一換水，揸佢咧目的有2個，一個挺嗰啲血水出嚟之後咧個腥味冇咁重，第二個挺嗰啲血水出嚟咧個豬潤會爽滑啲啊。多洗咗2、3次變咗白色嘅豬潤啊。呢個嘅係未處理過嘅，呢個係揸咗3、4次水嘅，含醬身啲咧，未處理過咧，啲血水高度凝結就變咗柴啦，又唔爽滑啦。好啦，豬潤咧放少米酒啊，不少生粉落去，聽佢鎖住啲水分同嗰啲血液喺裏邊凝結，唔好出嚟。一出嚟咧就係啦。下一步咧就係燒鑊水啊，當佢滾起之後咧，我哋倒啲豬潤落去，浸佢1分鐘，一定要慳慳水細火啊。個豬潤爽唔爽滑唔滑，呢個係非常關鍵。1分鐘後熄火啊！我倒出嚟啦。嗱，豬潤咧啲咁多血水，證明咧個豬潤未熟晒，嫩嘅狀態咧係40%、50%嘅啫。再炒埋啱100%。接落嚟睇落去啦，開波！咁啊，首先燒白隻鑊啊，俾啲油，料頭兩兄弟，蒜頭、薑絲啊。好多人爆豬肝咧唔落蒜頭，我覺得咧豬同蒜好配好香啊。豬肉同薑絲冇關，但係薑絲同豬潤咧好有關嘅喎。最慢嘅火狀態，爆到啲料頭香啦，咁我轉落去。呢個時間呢，放少生抽、少少糖，和味落芡啊！欣欣，俾個配料俾大家，倒埋啲葱度先。炒呢係1分半鐘夠啦，再炒落啲腦啦。快炒小火糖，第3彈落火。講真話，你炒完咁樣呢，我認為先叫豬潤啊！你再炒耐咗啫，真係豬肝喎，乾真真嘅肝啊！清，好吃得不得了，又爽又滑又甘又香，薑葱未夠，蠔油同生抽啱啱附在味，呢、個先係滋味薑絲炒豬潤噶嘛。靚女採購經理，俾你試一試我啲豬潤，哇！點啊，欣欣睇掂點啊？爽滑香，嫩。哦，好嘢！欣欣終於講出唔係只有豬味呢件事啦。其實好食嘅關鍵咧，大家睇下樂哥視頻咧，知道樂哥揸細節揸落實，呢個咧就係樂哥風格。其實咧耐性咧先係生活嘅關鍵啊嘛。